为了整理台南南西区客家历史发展所来出版的南西梅花绘本，正式在客家文化会馆发表。我们梅岭的梅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那它早期它这边叫香蕉山，这边的聚落是很早期我们客家人到台南之后最早期来台南落脚的地方，所以相关的这个作物从香蕉、龙眼到梅花，都是我们客家人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发展。这本绘本的学名做《南西梅花》，其实作者将梅花比喻做客人，同时嘛对主角桂春的角度，讲到身为台南南西客人的成长甲族群认同的故事。我是用梅花呢来代表南西的客家人。你看那个南西那个梅花的树干是不是比较粗黑离黑？那代表客家人辛勤的身影。另外呢，你看那个梅树开花的时候，它的花呢是白白小小的，我把它想成是南西的客家人，想成是客家人含蓄芬芳的那种象征。香蕉山，然后梅岭，都是在南西历史重要的一些景点，它也刻印着客家族群打拼的一些足迹。为了加深大家印象，绘本内也用立体设计，将故事的地景嘛立体化，同时对南西区有详细了解。就在这本绘本，让大家对台南客家历史、文化甲景点有深入的认识。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